来继续来看艺人炎亚纶、炎亚纶去互网红姚乐甲指控。姚乐讲，伊16岁时阵，互炎亚纶强制性行为，佮甲偷翕到不雅影片，甚至这个影片流出去。炎亚纶佮甲威胁，若甲代志压空，就要找黑道来甲处理。即卖士林地检署要介入侦办咯，因为代志发生的同时，儿少性剥削的条例已经修订。姚乐的指控若是事实，炎亚纶至少会互抓去关7年。没有偷拍。 双方是合意，那他当时也知情吗？不好意思啊。谢姑姑讲一切拢是主观，较早有情人变面变冤家。炎亚纶伫媒体面头前好甲袂讲话，严哥网红姚乐是无安尼认为。那时候我整个人很惶恐、很受惊。姚乐控诉，伊伫16岁迄当，炎亚纶妨害性自主，偷翕不雅影片，佮互外流。即卖炎亚纶恐惊涉嫌违反着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，虽然是非亲告罪，士林地检署嘛已经主动来侦查，交予妇幼专组的检察官指挥台北市警察局的妇幼队积极依法来侦办。 根据了解，妇幼警察队已经主动来找耀乐来说明当时的事发过程。不过因为耀乐最近的情绪比较不稳定，所以要等到几天之后才能来清楚说明。根据民国106年订定的《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》，偷翕甲散布未成年不雅影片，分别处1档以上、7档以下有期徒刑。事发的当时是民国107年，姚乐是16岁。若是指控符合事实、违反性自主，将会触发到强制性交罪，处罚7档以上。 偷翕是处1档以上、7档以下。今年9月份，不雅影片去互外流，嘛有1档以上、7档以下刑期，也就是炎亚纶可能上少会罚关7档。如果本身这个散布这些影片，并不是由这个犯嫌所散布的，而可能是不小心透过第三人，由第三人，例如说手机店或者是修理电脑等等的店，而将它去做散布，那应该处罚的是真正散布的行为人。到底是爱人之间的纠纷，也是犯罪？妇幼警察队会找双方来说明事发的经过。严格若是指控符合事实，加害人嘛必须爱付出代价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